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仔日要介绍给大家这首歌呢，这是乔佑演唱的《女人的一生》。这首歌呢，作词作曲拢是好棒棒的史国仁老师。这是一首E大调4拍子的歌曲4拍子1、2、3、4，蹦加蹦加，来速度呢1分钟118很快呢，大家听一下，我拉一下节奏棒，2、3、4，好啥咪咪，梦中有惊醒，敢若真紧对，咱即嘛要练唱要学唱，来，我甲扭较慢的来，我甲扭到105啦来，这个速度呢105，咱稍等下要练这个交唱完毕，要一起从头唱开始唱到尾的时候，再把它拉到正常的速度现在不要那么赶好，那这个收呢收在哪里？收1、2、1、2，嗦啦嗦咪嗦2、3、4停，嗦咪瑞哆瑞哆啦，嗦咪瑞哆瑞哆哆啦4。嗦啦嗦咪嗦2、3、4停，嗦咪瑞哆瑞哆哆啦2、3、4停，好啥咪咪2、3、4停，梦中有惊醒，搁一摆，好啥咪咪2、3、4停，梦中有惊醒，搁一摆。好啥咪咪2、3、4停，梦中有惊醒，嗦咪嗦啦咪咪咪瑞哆咪瑞，嗦咪嗦啦咪咪咪瑞哆咪瑞，两撮泪写出我爱你。两撮泪写出我爱你，两有2个音啦，两撮泪写，这里要休息，写出我爱你，停停，哆瑞咪咪嗦咪，哆瑞咪3咪嗦咪咪。哆瑞咪2、3咪嗦咪咪瑞哆啦哆啦嗦嗦咪嗦，哎呀，这里哆又要休息半拍哆瑞咪2、3咪嗦咪咪瑞哆啦哆啦嗦嗦咪嗦，女人的一生一生一。这是促音，圈起来是促音女人的一生总是放也放袂开，放会记要停半拍女人的一生总是放也放袂开，那嗦咪嗦咪瑞哆瑞。咪嗦嗦啦哆2、3、4，来再来一次。啦嗦咪2，嗦咪瑞哆，对不起，来1、2、3，啦嗦咪嗦咪瑞哆瑞，咪嗦啦哆2、3，这呀顶我为什么唱嗦啦嗦哆？这里有加了装饰音，呀顶，所以也是要嗦啦哆。这个的后面收的后面呢，加个装饰音拉，来爱婚来。啦嗦咪嗦咪瑞哆瑞，咪嗦啦哆2、3、4，来我们唱歌词。爱恨的心呀的，心然后这里有个咪，心呀，所以刚刚我这里没有唱，你有没有发现就让大家来分辨一下，心
呀呀，哎不对哈，这样这里就没有心呀，哎这里还要一下，把这个尾音在这里咪这里收就对了哈。来，我们爱魂来，1、2、3，爱魂的心呀呀甜，心呀呀甜，心呀呀甜，哎的。这个比较有问题的地方，我们就多练习几次哦，练熟就可以过去了哈。来，一样从爱魂这里来，1、2、3，爱魂的心呀呀的，2、3、4，哎，到这里主歌就唱完了哦。来，再来呢就副歌来，1哆瑞瑞咪瑞哆瑞，哎哆瑞瑞，然后呢？哦，休息一拍，对，1哆瑞瑞，咪瑞哆瑞，再来一次，1哆瑞瑞，咪瑞哆瑞，哎，这个其实也是要一下，但是我没有，可是我用停顿的方式来表达，有没有？1哆瑞瑞，哎，如果这样也可以，可是这样就是因为听起来好像好赶哦，好促，所以我刚刚把这个跳过哈。那但是这里要半拍，要休息哦。1哆瑞瑞，咪瑞哆瑞，哆瑞瑞，咪瑞哆瑞。刚刚这个我们觉得好快，可是这个为什么没有觉得好快？哦。比较一下，为什么？因为它半拍，可是它一拍啊，所以我们这里呢，哆瑞瑞，咪瑞哆瑞，你就会发现这里要2下，有没有哈？要两个休息啊，它是一拍，它是半拍，哆瑞瑞，咪瑞哆瑞，好，来我们唱歌。我的人，我的心，闭口音啊，请要注意。我的人，我的心，咪咪嗦咪瑞哆瑞嗦咪，咪咪嗦咪瑞哆瑞嗦咪，咪咪嗦咪瑞哆瑞嗦咪，全拢交互你，全拢交互你。哎，我的人，这里来，1我的人，我的心，全拢交互你，全拢往。哎，这要收尾音，收在这个收哦。来，我的人，1我的人，我的心，全拢交互你。瑞哆瑞，瑞咪嗦，咪嗦啦啦嗦。瑞哆瑞，瑞咪嗦，咪嗦啦啦嗦，生命中找无人代替你，哎，代替你，2、3、4、1、2，这里还修2拍，好，我们来，我的人，1我的人。我的心，同学有没有发现我这个人怎么唱？我的人，哎，我不要唱我的人，人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可是我的人呢？我的人，哎，你就听有是我的人，对不对？我的人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会加装饰音，我的人哆瑞啊，就这个刚刚我的人啊，这个缺点就会怎么讲，就会修饰过去哈。来，所以我们唱这里，哎，记得这里要有装饰音啊。1我的人，我的心，全拢交互你，生命中找无人。瑞哆瑞，瑞哆瑞，为什么一直瑞哆瑞？因为吞了一下口水。瑞哆瑞，瑞咪嗦，咪嗦啦啦嗦，停停，瑞哆瑞，瑞咪嗦，咪嗦啦啦嗦，停停，生命中找无人。哎，我们刚刚说我的人，你看这里呢，
这里就加我又加了装饰音，吹波浪，这个就一听就是人，吹波浪，就不会怪怪的，对不对？来。生命中，吹波浪代替你，停停，嗦啦嗦咪，咪嗦嗦咪，瑞咪瑞哆啦，哆哆啦嗦，嗦啦嗦咪2、3，咪嗦嗦咪，瑞咪瑞哆啦。哆哆啦嗦，这里又要休息半拍啊，然后要跳接尾音要收尾音啊，hi li 啊，hi li 啊，这里加个装饰音就不会变 hi li 啊 hi li 来，嗦啦嗦咪，咪嗦嗦咪，瑞咪瑞哆啦。哆哆啦啦嗦，加装饰音啊，想你最爱的迄个你啊，搁一摆啊，想你最爱的迄个你，迄个你要收尾音，迄个你。好，来，嗦啦嗦嗦咪瑞哆瑞咪嗦啦嗦咪瑞哆2、3、4，嗦啦嗦嗦咪瑞哆瑞咪嗦啦嗦咪瑞哆，这里有装饰音啊，这里也一样，休息半拍。望你回来，阮身边啊。嗦啦嗦嗦咪瑞哆瑞咪嗦啦嗦咪瑞哆2、3、4，帮你回来阮身边，来，再一次来，帮你回来阮身边，搁一摆来，1、2，帮你回来阮身边，2、3、4，停。好，唱到这里呢，就给大家介绍完了。来，我们从副歌把它连起来。副歌在哪里？这里有2条线啊，前面是主歌，再来的我的人就副歌了，对不对？来，1。我的人，我的心全拢交予你，生命中找无人代替你。停停啊，想你最爱的迄个你。望你回来阮身边。好，唱到这里就唱完了哈。同学说，老师你后段那里蛮高的，能不能再降一个 key？ 行啊，我们刚刚是唱这个嗦，好来再降一个嗦，然后呢，我们从头来啊，从头来，虾咪咪来，我把它谱拉好，来，在哪里呢？在这里，虾咪咪，对不对？对不对？虾咪咪2、3、4，对了，我刚刚说要拉成正常的节奏，对不对？同学都忘了提醒我了，来，我把它拉到108来，108有多快呢？有这么快，1、2、3、4，1、2、3、4，虾咪咪2、3、4，停，梦中有惊醒，两撮泪写出我爱你，女人的一生总是放也放袂开。爱恨的心夜夜甜，停停。
我的人，我的心全拢交乎你，生命中找无人代替你。听听啊啊，想你最爱的迄个你，望你转来阮身边。哦，大家有发现哦？哇，大家不熟的时候，我们唱的不熟的时候，108好快哦，哎，没关系，我们把它拉慢速度哦，唱熟一点哦，唱熟一点，然后再来自己慢慢加哈。我现在拉到108哦，有比刚刚快一点点，然后来。一样哈，我们再唱一次，还有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的行进，然后从头唱到尾，然后间奏，再来一个后声咪咪，一个间奏呢哈然后再来呢再来唱我的人，我的人，人不对的，我的人，我的心，然后唱到转来阮身边这样2遍半哈，好，来，我们从头再到尾再给大家带一次来。现在我速度调到108，来，1、2，雨声咪咪，2、3、4，停，梦中有惊醒，两撮泪写出我爱你。女人的一生总是放也放袂开，爱恨的心夜夜甜。2、3、4，停，我的人，我的心全拢交乎你，生命中找无人代替你。停停想你最爱的迄个你，望你转来阮身边。1、2、3、4，来。我的人，我的心全拢交乎你，生命中找无人代替你。停停想你最爱的迄个你，望你转来阮身边。1、2、3、4，停。这首歌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这是什么？这是女人的一生你喜欢岳云介绍给你好听的歌曲吗？欢迎大家到 YouTube 频道岳云爱唱歌来订阅、按赞并用力的给我们分享好让岳云呢再持续的制作更多好听的歌曲来介绍给大家。今天女人的一生就跟大家介绍到这，我们下次再见，拜拜。